现代台语版圣经约翰福音第9章。耶稣伫行路的时，看到一个出世就失明的人。伊的门徒甲伊问：rab比，这人出世就失明，是啥人犯罪？是伊本身，还是伊的父母？耶稣应讲：毋是因为这个人犯罪，嘛毋是伊的父母犯罪，是要通过伊来显明上帝的作为。趁还是日时，咱着做找我迄位的工，暗时一个到，无人会当做工。我伫世间的时，是世间的光。这话讲了，伊配喙烂伫涂骹，用喙烂敲涂，然后用涂糊迄个人的目睭，甲伊讲：你去洗落仔池洗。洗落仔的意思是风吹浅，伊就去洗，转来时已经未看见。这个厝边甲捌看到伊以前伫做乞食的人讲，这个剑毋是不时坐咧甲人分迄个人。有人讲伊就是，阁有人讲毋是，是亲像伊。毋过迄个人家己讲我就是。因阁问伊：你的目睭安怎未看见？伊应讲：叫做耶稣迄个人敲涂糊我的目睭，甲我讲：你去洗落仔池洗。我去一个洗就看见。因问伊：迄个人伫倒位？伊讲：我毋知。因就带以前失明迄个人去法利赛派的人遐。耶稣敲涂来开伊的目睭，迄日是安息日，所以法利赛人搁一遍问伊是安怎会看见。伊甲因讲：伊用涂糊我的目睭，我去洗就有看见。有一寡法利赛人讲：这人毋是对上帝遐来的，因为伊无守安息日。阁有别个人讲：一个有罪的人哪会当行即款神业？因中间刷起分裂。法利赛人就问迄个失明的人：既然伊互你的目睭有看见，你讲伊是啥物人？伊应讲：伊是先知。犹太教的领袖一直无相信伊以前失明，现在有看见，就调伊的父母来，问因讲：这个是恁讲出世就失明迄个囝是无？伊现在哪未看见？伊的父母应讲：阮知伊是阮囝，嘛知伊出世就失明，毋过伊现在安怎会看见，阮毋知，嘛毋知啥物人互伊会看见。恁甲问，伊已经大汉，家己袂晓应。伊的父母安尼讲，是因为惊犹太教的领袖，因为因已经参详好势，若有人承认耶稣是基督，就甲伊对会堂激出。因为安尼，伊的父母才讲，伊已经大汉。恁甲问，法利赛人第二遍叫迄个出世就失明的来，甲伊讲：伫上帝面前，着照实讲，阮知这人是有罪的人。伊应讲：伊是有罪的人，毋是，我毋知。我只有知一项代志，我前失明，呾有看见。因就问伊：伊甲你做啥物？伊安怎互你袂看见？伊应讲：我已经甲恁讲啦，恁毋听，若要搁听，恁嘛想要做伊的门徒是无？因就甲伊骂：你才是迄个人的门徒，阮是摩西的门徒。
阮知上帝捌对摩西讲话，毋过这个人伊对倒位来，阮毋知。迄个人应讲：安尼有够奇怪，伊好我的目睭，恁犹佫毋知伊对倒位来。咱知上帝无听罪人的祈求，毋过人若敬畏上帝，实行伊的旨意，上帝就甲伊听。对创世以来，还毋捌听见讲有人互出世就失明的人画看见。这个人若毋是对上帝遐来，袂当做即款代志。因就对伊讲：你出世就有罪，伫罪中大汉，搁敢要教示阮？因就甲伊结出会堂。耶稣听到因有甲伊结出会堂，后来找着伊，就甲伊讲：你有信人子无？伊应讲：先生，什么人是人子？我通信伊。耶稣对伊讲：你已经有看到伊，即阵在甲你讲话的就是伊。伊讲：主啊，我信，就跪落去甲伊拜。耶稣讲：我为着审判来到即世间，通互失明的看见，互目光的变做失明。一寡法利赛人听到就问耶稣：你是讲阮嘛失明哦？耶稣应讲：你若失明就无罪，毋过恁讲阮是目光的，安尼恁还有罪。